它叫雨伞。噔，这只坏掉的雨伞，我买它的时候，它号称抗10级强风。管它虾米风，遇到桃园的东北季风，所有的伞都会变成坏掉的伞，只要你跟它硬杠的话。断的有多彻底了嘞？这么彻底呢？这个铁丝都断光了，断掉了。报废啦，但我也不会直接丢掉。这上面呢，应该都能用。这骨架呢，号称塑钢，应该可以拿来搭架。这个布呢，雨伞布防晒嘞，可以拿来做小飞侠。就这样啊。总之，我昨天实验的结果就是，遇到桃园的风，不管你是抗几级的强风，都会变成一只坏掉的伞。千万不要跟桃园的东北季风。